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安装功呢？今天是我们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订阅人数突破3000人开心的日子。岳云老师在这里慎重的深深一鞠躬，感谢各位好朋友们长期以来对我的频道的支持。所以呢，今天特别制作了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张秀清小姐演唱的《请你珍惜我》，来跟大家分享。这是一首2022年，就是今年1月才发行的新歌同时也是8点档连续剧的主题曲这首歌呢，作词作曲都是当当当当，好棒棒的石国人老师来，我们看一下左上角这首歌，这是降 B 麦啦的歌曲。考试老师你不是写 E 等于 C 吗？C 声对了，因为我用这个大谱跟大家报告，歌谱呢都是我自己用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为什么？为了避免错误网络上面下载的歌谱呢，甚至于坊间买的歌本如果来抄来印里面其实都有蛮多的写法或者是印法呢跟我不一样甚至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我这人很龟毛，所以我都自己打那我用软体简谱大师来打简谱大师本身呢没有办法选这个降 B 麦啦。老师你怎么知道它是降 B 麦嘛？来，同学我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它是 B 麦啦来我们来看这里。第一是因为我听它的音高，第二是因为我们看最后一个音最后一个音是什么？请你好好珍惜是拉最后一个歌曲的最后一个音是拉，我们就知道它是麦拉的歌曲那同时呢，我比对了一下它的音高，它应该是降 B 麦拉那就是 B 麦拉的这个音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谱表D 麦拉这个 B 麦拉就是这个音B 麦拉的这个音我们要唱拉，好，那它呢隔壁呢要两度音两个半音这里 C 就是这个唱名是 C 音名是 C 的音呢，我们要唱名要唱 C 哆瑞咪发嗦拉 C， 那哆在哪里？哆在这里升 C 但是呢这个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哆这个升西这个音弹下去我们要唱哆那就形同为它是升西调，对不对E 等于 C 但是事实上呢，这是一首降 B 麦啦的歌曲但是因为简谱大师没法都选这个 echo 了所以我把它注明在这里你要说它是 C 大调呢升西调呢那个升西这个音呢弹下去唱哆是对的但是呢降 B 麦啦降 B 的这个音弹下去你唱拉那也是对的但是请帮我记住，因为它的最后一个音是拉，所以它是降 B 麦啦的调性好，这个三拍子的蹦恰恰蹦恰恰，速度呢80速度是80，蹦恰恰蹦恰恰，来第一个音拉在这里拉这个后段我唱有点高，我给它降一个音，啦啦啦啦啦啦啦咪咪咪瑞瑞咪瑞哆啦啦啦嗦嗦咪。啦啦啦咪咪咪瑞瑞咪瑞哆啦啦啦嗦嗦咪，还跟大家报告，空尼口话这个字呢就是闭口音我有注明在这里，闭有没有好，在前面呢甘有瑞咪瑞咪瑞瑞咪咪这个转音呢，在我们唱歌词的时候，请把它带进来。还有呢，这个打勾勾呢，就是给我们换气的地方。好，那这里统一在这边说明之后，后段呢我就不再赘述来，爱我，你敢敢讲，敢要把瑞带进来，爱我，你敢敢讲，你这个你呢后半拍。你听我心内的风霜，你听我心内的风霜，那个你记得要
你听到节奏敲一下，你再唱哩。为什么？因为前半拍要休息。你听我心内的风霜，咪嗦啦啦啦哆啦瑞，瑞咪瑞哆瑞咪2 3 1 2，咪嗦啦啦哆瑞，瑞咪瑞哆瑞咪2 3 1 2，抱我一夜就来离开我的梦中。1 2，搁一摆。抱我一夜就来离开我的梦中。1 2，抱我不是一夜，是一夜啊。我们张秀琴小姐呢原唱啊，她唱的是一啊，是用文音来念啊，不是用白音，然后用白话音就是一夜啦哈啊，她是用文音一夜来。抱我一夜就来离开我的梦中。哆瑞咪嗦嗦嗦咪瑞咪2 3，哆瑞咪嗦嗦嗦咪瑞咪2 3，孤单徛在，哎，这个住呢哈，我们台语哈，请你读徛啊。徛啊，徛伫遐啊，在呢有转音，孤单徛在等你的路上2 3，瑞咪哆啦，哎，瑞咪哆啦，哎，这个扣呢哦，前短后长。瑞咪哆啦，爱你爱到这呢苦，爱你爱到这呢苦，前短后长啊，请要记得，爱你爱到这呢苦，嗦咪嗦。哆啦嗦哆啦，嗦咪嗦，哆啦嗦哆啦。诶，这个嗦咪嗦按节用类这句呢哦，这个咪呢还是这首歌最低的地方呢啊，因为都很低呢，我建议大家呢气多一点声音小一点。按节用类。点袂到，哎，这个哆的后面呢尾音这个哦，请要把它唱出来哈。这用泪点袂到，唱到这里呢，主歌就唱完了。我们把主歌连起来。爱我，你敢敢讲？还记得吗？来，1 2 3。爱我，你敢敢讲？你听我心内的风霜，抱我一夜就来离开我的梦中2 3 1 2，孤单徛在等你的路上2 3，爱你爱到这呢苦。按节用泪点袂到，1 2，好，来，我们继续副歌，哆瑞咪咪嗦嗦嗦咪瑞咪嗦啦，哆瑞咪咪嗦嗦嗦咪嗦啦2，咪啦嗦嗦。咪嗦咪瑞嗦咪，哆瑞咪嗦咪嗦嗦嗦咪嗦啦，咪啦嗦嗦，瑞咪嗦咪瑞嗦咪。哎，古时孔明照镜无共中来。旧时孔明照镜无共中，为要了断求甜苦，为要了断，哎，这个两个字了还有尾音呢，短，哎，这个短这个字呢，请你短一点哈，我们要唱短一点。旧时孔明照镜无共中，为要了断求甜苦。求甜苦，求
纠甜苦诶纠诶纠缠的纠呢要唱3个音，所以呢速度要快一点点哦。纠甜苦诶苦跟刚刚前面这个苦一样，前短后长，有没有？好，来继续来。啦哆瑞瑞瑞哆瑞瑞咪瑞，啦哆瑞瑞瑞哆瑞瑞咪咪瑞。好，后面呢这个分手最落，这个分呢是后半拍，它的前半拍瑞呢是头前这个哆啦哈，啦哆瑞瑞瑞哆瑞瑞咪咪瑞，嗦啦嗦嗦啦啦嗦咪咪，来金你来。啦哆瑞瑞瑞哆瑞瑞咪咪瑞，嗦啦啦嗦咪咪。今日你照顾事甲我度，分手做路。这个路呢要稍稍慢慢强起来，为什么？后面呢慢慢进入副歌啊，这个副歌呢后面呢就很多这个感情的戏啊，所以分手做路呢我们可以稍微呢再强一点哈，这个分手够分手做路，这里还有一个半拍的咪哦，分手做路哦，来我们看这里今日来。今日你将故事甲我度，分手做路。1、2，搁一摆来。今日你将故事甲我度，分手做路。1、2，好，再来呢。无情的话唱好一直路。哆瑞咪嗦嗦嗦嗦咪嗦啦，哆瑞咪嗦嗦嗦嗦咪嗦啦，无情的话唱好一直路，无情的话唱好一直路。瑞哆瑞咪嗦啦嗦嗦咪，瑞哆瑞咪嗦啦嗦嗦咪，10万心酸吞袂落，10万心酸吞袂落，吞有2个音，袂只有一点点1/4拍哈，来，请要注意。好，我们再看一下，10万心酸吞袂落来，从无情的话这里来，无情的话唱好一直路，10万心酸吞袂落。瑞瑞瑞咪瑞瑞哆瑞哆瑞啦嗦咪咪，我受草人来。瑞瑞瑞咪瑞瑞哆瑞哆瑞啦嗦咪咪，我受草人万钱伤，点点甲我。1、2、3，我受草人万钱伤，点点甲我。1、2，点点都是什么？对，闭口音，所以请务必要点点要闭起来哈。来，我们从无情这里来，无情的话唱好一直哆瑞，无情的话唱好一直路，10万心酸吞袂落，我受草人万钱伤，点点甲我。1、2，咪嗦啦，一点目屎一骹步，咪嗦啦，瑞咪瑞哆瑞，搁一摆，咪嗦啦，瑞咪瑞哆瑞。哆瑞咪嗦咪瑞嗦咪，来再一次来，咪嗦啦，瑞咪瑞哆瑞2，哆瑞咪嗦咪瑞嗦咪，过一摆来，我们唱歌词，一滴
一点目屎的下面写了一个促是什么？促音是短音呐，哈。一点目屎一脚步，你帮我为情跋倒。一点目屎一脚步，你帮我为情跋倒。啦瑞瑞瑞哆瑞咪瑞。哆瑞哆哆啦，1、2、3，到这里呢哈，这个第一遍就唱完了哈。来，我们看这个最后一句，啦瑞瑞瑞哆瑞咪瑞，哆瑞哆哆啦。来，我们唱歌词来，我是低音的哦。你帮我为情跋倒，这是咪啊，后面这是啦。啦瑞瑞瑞哆有没有哈？这是低的哦。我请你好好珍惜。这里也是要休息半拍，我的前面也是休息半拍啊。我请你好好珍惜。1、2、3，唱到这里呢，第一次就唱完了。然后呢，间奏8小节啊，看到反复记号怎么样？又从头来唱哦。所以来，我们整个呢给大家整理一下这首歌呢，从头唱到好好珍惜，8小节间奏，又从爱爱我，你敢知影啊？你敢讲啊？来，又唱到好好珍，好好珍，来，我放大给大家看呢，好好珍惜呢哈。来，那个高帽子，请我们跳高帽子珍惜2、3、1、2。直接接副歌啊，接乘3就是副歌。旧时空明照行无共点，然后呢，从副歌又一直唱呢，唱到好好珍惜啊，第一次的这个好好珍惜啊，这样这首歌才有唱完啊。所以这首歌呢，全曲演唱2遍半。来，我们来唱后面的这个1遍半。从哪里呢？反复要从头，对不对？爱我，你敢讲？有没有？好，来，等我一下，我把谱拉好，来，1、2、3，爱我，你敢讲？瑞咪瑞哆啦，对了，同学已经看到你张口抢拍了，不是哦。刚刚我们前面就教过，这个力要停半拍，有没有？来，好，我们打拍子好了，来，爱我，来，1、2、3，爱我，你敢讲？你听我心内的风霜，有没有哈？那个力要休息半拍，再来一次，来，1、2、3，爱我，你敢讲？你听我心内的风霜，抱我一夜就来离开我的梦中。2、3、1、2，孤单徛在等你的路上，爱你爱到这呢苦。红色用泪点袂倒，1、2，旧时空明照钱无共点，为买了断求甜苦。今日你照故事甲我赌，分手做路。1、2，无情的话像雨一直落，10万心酸吞袂落。我受操人万钱伤，点点甲误。1、2，一点目屎一脚步，你帮我为情跋倒。我请你好好珍惜。2、3、1、2，旧时空明照钱无共点，为买了断
9年苦，今日你将故事甲我倒，分手做路。1、2，无情的话像雨一直落，10万心酸吞袂落。我受操人万之伤，点点感悟。1、2，一点目屎一脚步，你放我为情跋倒，我请你好好珍惜。1、2、3，停。这个就是岳云呢今天介绍给大家的《请你珍惜我》，张秀清小姐2022年1月发行的新歌，好听吗？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的支持敬请您继续支持哦，您的支持就是我努力播好歌给大家分享的最大的动力。来，我们下周再见，拜拜。